英国咱的鳗鱼主要拢是卖去日本，不过最近这几年这外销的量减少，也今年佫拄好产量较济，所以就落价。渔业署表示讲，除了会继续拍拼增加外销，嘛会来扩大国内的市场。被制作的鳗放伫咧航盘顶，由一日即出，互人讲是水中人参的鳗，有维生素 A 高2倍，胆固醇少，也有丰富的欧米伽3加甲烷2倍，不过拢互人认为是高贵的食材，罕罕的才食一遍。不过今年鳗的产量较济，渔业署甲全国渔会责任促销。价格上面应该有降了差不多2000多了。鳗无法度自头到尾拢人工饲，鳗仔就会靠野生基地，产量最也少，拢靠天公伯斗3工。虽然台湾的养殖技术真好，不过最近10年外销量减真济，去年销日本只敢若剩300吨，无到10年前的一成。业者除了拼外销，怎么也要拍国内市场？鳗鱼跟一般的一些补品的话，其实是慢慢 balance 掉。那台湾的物价也跟着通膨，所以现在的消费啊，包括还有薪资所得啊，其实是可以消费得起。几60年来，台湾的鳗主要销日本，不过这几年中国甲韩国技术愈来愈好，因企业化经营继续比台湾较好。渔业署讲，单一市场对产销压力较大，怎么被辅导业者行向更加多元的国际市场？想开拓东南亚、中东、欧盟的这样的一个市场，我们是倾全力来协助我们产业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，就是在卫生安全把关认验证的取得这一个部分。官方协助业者摕到无同国家的卫生认验证，业者家己也努力开发无同的鳗料理。然后进前定定看到的破烧鳗，怎么也开发白烧鳗，甚至用伫咧意大利面、日本式的地泡饭，还有做汉堡，用多元的产品吸引消费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